糖大欠货，即摆要买普拿糖，讲拢买无。就伫即个当下发生即款的代志，有民众来投诉，讲到台北市文山区的一间药房，要来买普拿糖，即个药师是嘴啊闭甲开。甲因讲，总共600盒的普拿糖，拢互大商冒去了。本地一盒是150块，若要买一盒就要1500块。这是引发到药师全联会甲外界的指责甲愤慨。迄个姓洪的药师一开始还阁打真的，无要承认讲伊有掌权计效，嘛无愿意向当事人来道歉，阁来呛讲加卖做尔，非得咯，伊要退休咯。也毋过，这个代志经过1天了后，伊态度落软道歉了。消保官带几位客查人员查药局存货和销售记录，因为姓洪的药师洪指控涉嫌碰价，以一盒2000个计销卖普拿糖给消费者。卫生局在查核相关的一个药品的进货量以及这个销货的一个记录，那逐一在比对当中。等到他们查清楚以后，他们还必须要去判断有无违规，这部分要由卫生局的那个长官来做说明。那违反公平交易法，上侪当罚2500万的罚款。不过一开始，这位姓洪的药师唔那否认碰价，态度阁真歹，唔那拒绝甲当事人会师咧，甚至讲加卖做，非得要退休啊。做代志了后，经过一暝，当事药师的态度出现180度的大转变。药局已经没有任何的库存，一盒难买，就算是以10倍的价格，也无法买到。那希望对方能够知难而退。关于个人用词不当，造成表达与认知的误会，本人深感不安，在此向这位消费者来致歉。我们会再收集相关的佐证，移送药师惩戒委员会，最终会把他的药师执照废除。药师公会强调，若是查证了是事实，绝对会甲处罚。而且嘛提醒，目前国内整体医师安分的药啊和原料药啊库存有够，呼吁民众毋免烦恼的欠药啊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